当地员咱个什么名字咱个国民会的车会去点啊，车会去点车会点啊，来各位咱指导员中中，咱个弟兄各代表来参加，车会去点啊，王主任来这样说出来。再拜3拜已经完请咱长沙组长咱开基老祖来刘良信高进同胞来恭请开宴，新东风大富江新奇岛捡球票，今步来大中华民国以下南市花豆区鼻头里鼻头应元宫3王庙，咱应元宫3王庙主委员李开拓。副主任委员是永清，吴宝天。